一站式為你解決近視、遠視、散光、老花等等嘅問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Lisa。身邊好多朋友咧已經到咗老花呢個年紀㗎，又有近視啦、遠視啦同埋散光㗎，經常咧要兩副眼鏡咧切換嚟切換去，係咪好唔方便呢？今日咧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解決呢一啲問題啦。話咁快，我哋就嚟到深圳普瑞星耀眼科醫院呢度啦。咁呢度咧可以為你一站式提供解決方案，無論係近視啦、散光啦、遠視啦，定係老花，都可以幫到你㗎。無論係睇遠啦，定係近啦，一樣睇得咁清㗎。Let's go！同大家介紹翻我哋漸進多焦點嘅眼鏡啊！佢呢種鏡片好犀利㗎，堪稱係視力嘅變形金剛。上半區咧係遠視區嚟㗎，睇風景相當嘅清晰。咁佢嘅下半區咧就係近視區嚟㗎，睇手提電話仲唔需要咧換眼鏡㗎。中間會有一個過渡區，無論係睇遠啦定睇近都可以睇得非常清晰。嗱，漸進鏡片咧係可以實現到咧遠距離、中距離、近距離嘅自然平滑過渡嘅，咁係非常之方便㗎，3合1嘅眼鏡嚟嘅。咁當然啦，亦都需要1到2個星期嘅適應時間。咁建議上班一族咧，仲可以選擇藍框嘅鏡片喎。為大家介紹角膜激光嘅矯正手術啦。對於角膜條件比較好嘅朋友啦，咁通過呢個短短嘅手術方式啦，為你提供個性化嘅設計方案，咁一次過咧解決大家近視啦、遠視啦、散光、老花等等嘅問題嘅。咁通常咧手術亦都非常之快喎，第2日我哋嘅朋友咧就可以正常用眼㗎啦。為大家介紹翻我哋名創嘅晶體置換手術啦，佢就好似一個隱形眼鏡咁樣植入我哋嘅眼裏邊，咁係適合45歲嘅人士㗎。通過微創手術嘅方式植入我哋人工嘅晶體，一次過咧就可以解決到近視啦、散光啦、老花啦等等嘅問題，甚至係未來白內障嘅問題喎。咁特別係高端嘅3焦段人工晶體，亦都可以實現到遠、中、近相當優質嘅視覺質量㗎。嗱，各位，今次 Lisa 咧已經揾大家咧親自探路啦，無論從交通啦到服務啦，都係全程體驗滿分㗎，無需要再喺香港排期等待啦。北上就醫啦，係大家一個新嘅一個選擇嚟㗎，又高效啦，同時亦都要享受到全球接軌嘅醫療服務㗎。有需要快速咧矯正視力、重獲清晰嘅視力世界嘅朋友，北上就醫非常值得你選擇。